近期跑馬地夜馬三甲表現較佳嘅練馬師係韋達、告登尼、大衛希斯、鄭俊偉及羅富全，成功率有點偏低，最高係29%至到25%。騎師三甲成功率次序為布文、潘頓、奧爾文、鍾奕禮及黃寶妮，入圍率係37至到25%。練馬師勝出率排名：沈集成、呂健威、尤達榮、告登尼及蔡約翰，勝率由23%至到15%。騎師勝出率排名：鍾奕禮、麥雷拉、潘頓、田泰安及奧爾文，勝率由29至12%。講返夜賽9場跑馬地草地賽事，路程包括1200、1650及1800，班次有2至5班，賽道係 C 跑道，預計係好至快隊。初步先看練馬師王程勢，廖康銘大熱 3.7 倍，次熱沈集成 4.5 倍，第三熱門告登尼 5.5 倍，第四熱門方嘉柏6倍，其餘都有10幾倍或以上。廖康銘出馬7匹，大熱只有天下寵兒，試跑得第三熱門 5.9 倍，穿甲金鷹換田泰安票數一般。告登尼已經連贏2次跑馬地練馬師王，除咗華美之威係大熱，美麗效今次突然成為大熱有啲過分，而沈集成出足9匹，節節有福，王者有利及靈燈都有頭馬機會，而且冠軍練馬師必須寸土必爭，審級應該係受到重視嘅。方嘉柏亦有富裕君子、團長好及武林寶典等熱門馬。其他練馬師睇蔡約翰、尤達榮及呂健威，騎師王艾少禮大熱出足9匹，反而可選潘頓 3.7 倍或霍宏星12倍。其餘有冷門機會騎師包括鍾奕禮、潘明輝及何澤堯。精選場次第6場4班1200米，11號勝在當下換鍾奕禮，不減威力，領放跑法有利發揮。配腳7號獵寶勤及12號英雄豪邁。再介紹第7場3班1200米，1號開心指數布文選騎，上仗排檔不利，耗力太多，輸不足肉。金牌9檔都唔係咁好，但係有上次經驗，布文應該可以處理。檔位換盤率可以一搏，配腳揀7號王者有利同埋10號長勝隊長。最後參考二期嘅練馬師王係沈集成，次選係尤達榮；練馬師王係潘頓，次選係霍宏星。精選場次第6場11號勝在當下，7場1號開心指數。多謝收睇，祝各位場場勝利。